我哋一齊嚟睇一睇2022年 DSE 嘅第1B 部分7B 第3題。佢話啦，近期啦發現見到大腸癌嘅確診數字咧有個更加年輕化嘅趨勢。問你啦，佢有啲乜嘢嘅飲食習慣會導致我哋更加容易患上大腸癌？咁好多時候咧，癌症咁啊一定有致癌物嘅啦。咁啊，成日可能聽新聞都聽過噶啦，好多一啲嘅加工肉類咧，咁其實我哋都會話有好多嘅致癌物，譬如啲咩香腸啊、火腿啊之類啦，進食好多嘅加工肉類咧，令到佢哋患上大腸癌嘅風險咧，亦都會增加。仲有啲咩啊？除咗話唔食肉之外啦，好多嘅煎煎炸炸嘅食物啦、油炸食物啦，咁其實都會令到佢有一個大腸癌有個年輕化嘅趨勢。仲有啲咩咧？可能佢淨係食啲加工肉類，我唔食菜喎，OK？咁啊，食用纖維咧，相對上食得比較少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嘅風險啊，令到我哋會患上一個大腸癌喺度㗎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啊。咁但係如果你講話佢係年紀大啊，等等呢啲咧，咁就唔可以俾到分數大家，因為佢嘅題目係主要講呢個飲食習慣方面。咁啊，主要咧基本上圍繞住呢3個方面去描述咧，其實都係可以㗎啦。